Hola, soy la Yinyin y os explicaré la leyenda de San Jordi en Chile. Cataluña 的一个传统的宣传一个可怕的怪物在出现，是因为拥有和飞行的臭物绕城的入口让可怕的怪物出现。比拉德认为，如果怪物吞食了天，以满足他们的饥饿，离开其余的生活。一个可怕的彩票决定谁是受害者，直到有一天，国王的女儿看到了恐怖的恐龙。但是骑白马的骑士声势呼其色来解放人的咒语龙拯救公主马菲利亚龙在他的人民福尔雷斯拒绝了这门结婚的看待，但他是不值得荣誉的消失，他神秘的出现了。